超破杂的吃的。那你在那破的那垃圾们那说真的是的，哦，今天去买当着家真的是没意思，啊，我打的朋友们的是，那得两把超紧走，给着两把的，来呀，今天歇就个，今天歇就呀，然后，你把到今天这歇就呀去了。这。哦，你呀个本钱个今天歇的，那这你我给你去买吃最后的做过。啊不个逻辑了，谁去吃是要了，不早就得不谁去吃啊那样的。逻辑就俺这个逻辑弄大里面大都是学谁的去。你家单干了，早来年多了都。明年哪样那头的？都给我给你去买，给我给你去买松鼠的时候，在这里天天还讲了啊，给我给你去买是钱的。呀，打银桥子去，你把到叫银桥子去，对呀，打去。这这样子的，带个你跑度。哦呀。别弄啊，这个接一下，接了。呀，打人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点赞左下角的们点赞，帮忙点赞嘛。这个可能个俺的这些马上呢，俺的普通不大了，就咱咱能给多钱普通的人了呀？俺们的没去人小的。哎呀，人小的是。啊那呀，没去人小的给到了。对的，提上个了啦。对的，提上个了。人小的就他不工钱就给着个钱嘛，普通的人了呀。没去了。没去了，是我那去接人的了。我那来给到都，阿里普通干部三门都做了，普通不到了给到我就咱们来。给不个的，阿里普通干部不个的，你就不工钱就这了，阿里普通干部不的。啊，都嘛这普通干部都说咱们来给到我的这点没信咱们来给到有没有？不到了就没信，怕就赶紧到就是社家去了，正巧大娃他们听过呢。你不工钱就这了，没是社家弄黑的怎么子？啊，不能了，普通不到了，确实普通好嘛，不了。哎呀，我做的，哦，挺好嘛，我挺做的。咱们来了，普通不到了，啥时候嘛是？马子，来呀，马子，他咱那个同的些个呢，金子他做的比较差的，怕是第二三年弄多的些的。没信，那没信。咱如果没个零，马来做些什么？金子他做的，看这个价格，看那有多的。哦，他那个没信，他不要工钱就普通不到来，干脆要马来普通。好嘛，也吃也开你看，啊，那请你。普通不到了的，他妈东部人们生在冈部的，你就这么呀？这是从几讲出来了呀？俺们的。对。哦呀，这是从几讲出 super 的。他现在怎么是的？第三节讲出 super 的哦。谢谢。那没去这个分。那没去这个分，等到那节目里干里面就没去了。那天不吃来有没去不那么多把谁呀了？那天吃来有没去？这是从几讲出，你谁啥看你来去？好了，这是从几讲出，拉嘛了。都拉嘛也没得把谁少了。吃。啊，不个拉嘛，都说跟俺这不个拉嘛的码头吃是叫我去。我当然少了。那我嘛就要去。这是从几讲出，普通不到了也，他点就这，等你叫跟成，那我再说讲出了，你把从用讲出去点这马些个把的，等那个你和这怎么说呢？他这个逻辑来怎么？这个干是等你绝了正他片子了，弄在就等他就叫什么不要了吗？他没差几个超过嘛，今年我的这去看那什么的了。好呀。他去黑嘛的呀，他就那个是。啊，怕给啥个不的呀？这是啥子super的？啊，给。讲说。哦。这是上级讲，他就是东部惩罚来的，等于不个可能个使用个线索等于就是些。
呀，啊，哥弟，哎，这样介绍的哦。这有些事情哟。他做呀学习，哪个家过是哪个家过来？大概就大概，哦，讨人的是，地震的就给家乡，大龙姐叫的点站么着么子。咱那这俺大妹子，这大他妈的，赶着家去跟叫。哎呀，咱家叫的家叫，但是楼上么？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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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楼可以塞老子。好的，好的。咱就这个，阿金，一件妻子，咱这当然是，你这家看出对手出来做嘛到来呀？咱一人家啊，一就是礼拜到这个点嘛站站么着的。啊，这个嘛的大赛咱得做了。呀，这种一刀的一刀出呀，是吧？民族咋的？看你弄的么？那你给。他是这样子。但你们两个发完了没有？到底马六，给好你家过来了，你是啥子叫做帕金森？又是注意了吧？这地区大概要么接什么个单你接了没？那这里就是都拍，这稀了嘛，搞个。第八道的去，对吧？俺是，不然么信用黑手做个了，啥的？年后的做了吧，我们这样给。这是从几讲出点做个了，啊，家娃跟前俺娃个不来做这个是个，搞的。那这个走，等你妈子这个电用个电的交通全部你把全部要蒙出从嘛看你电的来的了怎么？电的没拉全部电的就是嘛什么？家娃人不去的理查的个大龙，的普通了他妈讲过的，他妈学过的可是个理解理他们他们要嘛做个的是，我嘛个开领的是第二做的。家娃刚才俺把给上弄定个门都了的。阿金，家娃跟前就把人家从讲说，假如这啥都是从嘛要来去哈嘛贵。哈嘛我给garau dai的，看到garau dai的没有？Jawa刚才俺话给不的是，给上马的弄子。刚才做把样式，你知道吗？这是啥子讲说嘛呢？对了呀。都做把产业讲说的嘛是，产业讲，这里刚才产业讲说的，这是啥子讲？产业讲说你知道吗？这是啥子讲说的？你啥子讲说不产业讲说不，这是啥子讲说去了的？怕了把你不健康都做你。站走一下，帮忙点先说嘛，这家娃跟前俺娃这里呢，家娃刚才俺话给上马的弄子。给上米啊，他那不要是人家伙。啊，就给上是绝对对的，他那有呢。这球对的我弄给上没哩，给上没就来呀。不要先用接受对日子，别用对完全都对日子。你把他再把人家打一下，打这个人不行。哎呀，家人们，